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彼得 channel， 我係 Taka 媽。啱啱去完中環嘅 Flower Market， 轉眼間我嚟到數碼港嘅海濱公園。聽聞數碼港嘅海濱公園最近升級咗，於是就過嚟睇下啦。點解冇帶 Taka 嚟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車費太貴啦。數碼港距離我屋企真係好遠，我諗來回車費應該要500蚊左右。加上啱啱行完中環嘅 Flower Market， 都過咗海樂，咁就順便搭個巴士過嚟行個圈。要爭取時間拍攝啊！其實依家嘅時間係已經下午5點啦，太陽就嚟落山，唔夠光拍啦，就嚟。呢度啲草地真係幾靚喎，一望無際，又冇乜垃圾。簡單嘅目測，呢度都好多人放大狗，Taka喺度就好啦。最正係草地對住個海，又有海景睇，又有海風吹，感覺好舒服。我哋行埋啲睇下個海先，一場嚟到。哦，原來前面有笪地可以直接睇海添，落去睇下先。呢度睇海同影相都好靚啊，打卡一流。呢一個拱門係數碼港海濱公園嘅標誌性打卡熱點，一定要過嚟影返張相。我揾咗個角落頭位做個少少嘅總結。今次係我第一次嚟數碼港海濱公園，比我想象中嘅細。我以為有西九文化區個公園咁大個。雖然海濱公園比我想象中嘅細，但係草地都算乾淨，同埋有海睇，所以整體感覺都唔錯。但係公園始終都係多蚊。但我欣賞呢個數碼港海濱公園嘅地理位置係優越嘅，附近有個數碼港商場，都係寵物友善噶。冇帶 Taka 嚟都係一個正確嘅選擇，慳返500蚊車費去第笪地方玩。依家有個問題，究竟我喺度食埋麥當勞先返出去中環啦，定係返出中環先食飯呢？依家就下午6點鐘，太陽差唔多落山。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 Taka 嘅街角故事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